今天给大家分享一道红烧盘鱼。老师，咱烧着鱼为啥不提前腌？这个活鱼啊，一般都不能腌，腌了以后它是两种味儿。腌时候是一个味儿，你烧时候又一个味儿，因为它这个肉质很松软，一腌它就把水分都锁住了，锁住以后这个鱼吃着了它都不入味，再一个有点柴。